我伫个迄个囡仔的时阵，就阮讲啊，定定坐台脚啦，才就知我世界看过第二啦，七侠五义啦，啊，搁迄个三国演义嘛。啊，我对迄锣鼓声吼，迄个后场我足喜欢，我定定走来后台看。啊，阮阿嬷伊若咧做衫的时阵，伊就哪夹衫哪食衫，哪会听迄个电台的歌儿嘛。啊，我咧拢伫边仔踅来踅去，啊，你遐佚佗嘛，啊，伊就甲我顾嘛。啊，所以，咱这是一个自囡仔开始就有迄个环境啦。有当时啊，你要写一寡歌，你要写这土地物件，你无用台语的时阵，你感觉种怪怪嘛。例如你讲，我这新庄街仔内底人公孙啊，讲伊生理歹势，讲伊要去炖古炊嘛，你无法直反讲，吼，公孙啊说他生意不错，他要去吹喇叭，对不对？迄个文化无共啊。我的语来创作是一个，我只是人感觉做了上对。我感觉这教育这物件无去啊嘛，你教育内底小学啊，煞比白历史无去啊嘛，点仔加无去啊，六档啊无去啊嘛，这个童谣无去啊，我感觉你规个教育，你文化长进啊，所以第一，公司第一足重要的啊。公司第一台，七个念的来。